暖暖十门课，咱来故事看万庄脚囡仔用心话，咱的故事探万地。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暖暖十门课。足久以前，有一间三合院绘本故事。孤单的滋味，总是出现伫亲人也是好朋友离开的时。迄种感觉，袂输是心肝跋落海底，规个人空虚，强要无才调喘气。有人讲，这就是寂寞的滋味。农事出了，爸妈又匆匆离开院子，这是他们第几次离去了？但我从不目送他们远走，我只是一个人躲在后院，独自品尝小小的寂寞。潭里的石头无用刷，阿爸母又搁随走，这是因第几摆离开啊？不过我从来袂去看因离开的形影，只是家己眯伫后背顶，感受一个人的孤单、稀微。杰孙啊，另外型的车咧要出发啦，你敢无爱去甲伊相识？我知啦。丽纯倚伫客厅倒手边天蓝色的铁窗，点点看对门口停的小货车。五个囡仔爱一件一件行李轻轻爬上车了后，货车就慢慢啊驶向门口停尾的灯笼花巷。好啊啦，车驶走啊，紧来去走脚款中道啦。丽纯甲敏华画蜡日纸订暗暗，眯去后壁埕的杨桃树骹，看树身顶面冷气落落来的锁仔，想到甲伊斗阵海牵手的情景。若是论辈，敏华爱叫丽纯阿姑，但是敏华加一岁。两人互相拢是直接叫名，因两个感情真好，强要无话不谈。伫丽纯的记忆当中，敏华细汉的时，总是会伫一二期稻仔收成以后，出现类似自闭的镜头，任何人找伊耍，伊拢无啥爱插。敏华，咱来去用水匣下水好无？无爱。安尼，咱来去柑仔店买金柑仔糖，也是去找准现因做花生过5关。无爱。丽纯毋知影迄阵仔敏华为虾米无爱讲话，规工就是摕一块细地的红绳仔角，点点伫门口埕画红仔，画到天乌啊拢毋知，好亲像伊的世界只有画图共款。后来嘛毋知为虾米，开学以后无偌久，敏华又搁开始找丽纯海牵手啊。一直到敏华10岁迄年的寒假，
李顺才小可了解明华无爱插人的原因，也第一解体会到明华当时心内酸酸涩涩的感受。但是李顺嘛无啥确定，迄是因为无想要失去的惊，也是烦恼互人放杀的围困。丽顺，明仔载我要甲阮爸母搬去台中。台中，你要去台中哦？安尼开学以前你会转来吼？阮爸母伫台中做生意，要载阮兄弟姊妹去。以后我就伫台中读册咯。哦，那安尼，你也会记得写批互我哦。迄暗，丽顺失眠啊，想到敏华穿新制服读册面容，也想到一切伫台中厝头前做生意的模样，只是迄画面足忙足青昏。细汉的时，三合面对丽顺甲敏华来讲，都亲像是一座安全的城堡。日时，大人去伫城堡外面的餐园静坐，暗头啊，规阵人举椅头啊伫门口埕坐咧开讲。伫因两人小小的头壳内，总是认为这就是因一世人幸福的家园。你敢知影庄仔头原来真报后生娶某袂？啊知，无听讲呢。我亲像已经35岁啊。35岁也毋娶某，安尼当时才会当生囝。对啦，前尾阿文即讲因兜的弟母，听讲生真侪弟仔囝。真的哦，即马猪肉价小真悬，因一定趁真侪钱。阿爸，无人即女车伫倒位啊？你比互我看。我要哪会知？我也无研究。啊，你去问恁大兄啦。丽顺，车看伤久啊啦，来甲我算大人领啦。好啊，敏华，咱甲做阵做伙耍。阿嬷捌讲过，三合面的囡仔济甲会当搬一出歌戏所有的角色。阮上接演的是梁山泊甲祝英台，也阁有樊梨花甲四重山这两出戏。我摕盆歌来做风歌，安尼我的名字就是结果咯。敏华，你迄身形姿态亲像查甫囝，目睭甲目眉窈窕美丽，阁亲像查某囡仔。啊，你是要演小生，也是扮小大咧？姐，我袂介意啼啼哭哭的小大，毋过我真爱武艺高强、意志坚定的樊梨花。好，安尼咱今仔日就来扮樊梨花大破白虎镇的剧情。大家就照分配的角色练习一下，小等一下再过来排演。迄时阵，家家户户拢是仰低头掘菜果，早就习惯看天食饭的生活。只有敏华的爸母脑筋动了紧，无希望一世人就安尼屈伫这个无前途的庄头，所以就去伫台中看是毋是有发展的机会。只有伫châu國修行進前，才會返來故鄉幫忙收割。等工課一結束，就又閣趕緊離家起行。稻仔已經掛好，切仔嘛拍打，明仔載咱就轉去台中。好啊，安尼我先整理行李，順便甲阿母講一聲。媽，
我嘛要甲恁斗阵去台中，恁莫甲我留伫庄卡啦。敏华乖，爸爸妈妈去台中拍拼，目前无法度照顾你。你是大汉查某囝，爱帮妈妈照顾小弟小妹。等过一阵啊，生理稳定啊，就会接恁去台中做伙生活。就安尼，每当爸母上班的时阵，敏华拢单独一个人蹛伫后壁埕，一直到敏华10岁迄年，因一家人总算去台中团圆啊。这时，无要插人的人，煞变做我。敏华互人带走迄天的下晡，大人照常去田里做事，规个门口埕空空无人，巷仔口无搁再有走小玉、佚佗吵闹的声音。丽纯无张持对敏华因兜行去，房间内暗迷蒙，面床顶的棉被甲衫裤拢收走啊！桌顶有一罐明星花露水，我亲像是当初敏华想妈妈的时阵偷我的香水呢。了后，丽纯若思念敏华的时，就会来看这罐香水。三合院厝顶的粉鸟咧叫，丽纯跍伫有黄的所在，听候要冰晒日的豆仔。日头真炎，人想会当听到豆仔噗噗噗的声音。敏华饲的细只乌狗无带去台中，伊无精打采趴伫丽纯的脚边，有当时会对粉鸟仔轻轻啊吠几声。后壁田铁牛仔车捧田的声音玲珑着，丽纯想起阿嬷捌甲讲过，等铁牛仔甲顶的田土规个翻起来，田土甲稻草浸田水几工后，田土会沉底，只要看到清清透底，敢若行的田水，就会使报仇啊！人的心情哪像嘛同款？厝内的人过身了后，亲人好几工啊，都会慢慢啊淡忘。时间若久，就会恢复正常的生活。若真正亲像阿嬷所讲的，我是毋是真紧就会熟悉新朋友啊？过几工了后，一透早天拍不啊光，后壁田就传来闹采采的人声。无人的地瓜梨的做事人阿腰，快速把手里的稻米插入去田土内面。因三个人一组，用竹仔做的架仔做基准，强要同时完成播秧仔的动作，而且秧苗排列甲足整齐。迄段时间，田林强要逐工拢会出现一阵一阵放盘捕田的大人，也佫有一阵一阵飞来找食的白灵狮。有伴足好诶！嘛毋知过了偌久，亲像阿嬷所讲的，丽纯慢慢啊袂记哩敏华离开的代志，无搁再害范丽花甲四顶山欢喜的旋律，开始找同学哪食鸡仔冰，哪人火鸡，嘛愿意甲阿兄做伙掠仙仔、钓四脚啊。伫足久以前，有一间三合院。空中好朋友收听的节目是江苏主持暖暖专门课。广播剧也未演线，咱先过来插一个回啊。伫今仔日的广播剧内面，讲到暗时的三合院真闹热，厝边隔壁亲情50，拢会来钓埕开讲画仙。
空中好朋友敢捌想过，为什么咱讲亲情50？敢有啥物特殊的含义呢？咱婚姻的文史专家沈凤杰老师有非常深入的研究，所以去请大家做伙来听看卖咧。咱对古早字册说文解字来研究汉字5甲10这两字的意思，就会当了解。说文解字讲5迄原形是两环长弯佮拍斜的连结，就是5。这个两环呢，就是代表天地字，一字的字，就是代表天甲地。拍斜的连结。拍斜啊，是阴阳交汇的意思，就是天地阴阳交汇。啊，解说来，就是引申讲，咱男女配亲做亲情，迄姻缘男女配亲的关系的意思。啊，说文解字佫讲10，这个10第一笔一环是表示东西，第二笔一徛。是表示南北，一环一徛相交，有连一点，意思是讲东西南北四方有交集的一点，有这个因缘所以讲5甲10两字合起来，就是你讲住伫东西南北无共所在的人，因为男女配亲的牵缘所结来的这个感情，就是亲情50的意思，是非常亲近的感情。咱实在爱赞叹，咱的老祖先，古早的老祖先，会晓创造这样下书、这样有意义的名词，亲情50，来增添咱的语言，咱水开的台湾话。经过数十年后，有一天，丽顺甲查某囝两个人去踅花餐柜的活动。妈，迄位作家的册写真侪关系柯南小din的故事，你一定会介意。你紧去和伊讲一个。册拢无看过，是要讲啥话？去啦，无要紧啦。丽顺行到单位，掀开作者的简介。雄雄发现一个熟悉的字眼，作者廖敏华，祖厝住伫落水溪畔溪南庄。我无看唔对啊，真正是敏华。未付思考，丽顺3步做2步，冲过去揽这个又搁熟悉又搁青春的查某囡仔。敏华的长头鬃留甲金甲头，穿一领乌白细格仔底版的衫，甲乌绳面仔小可宽宽的裙，脚踏中胸，腰后面下一跤乌色四角形的鞋仔，有原是亲像过去同款的飘撇兼爱娇。咱几档无见啊？应该有30档啊吼。失联30几档，过去的往事哪像海水，对心肝窟仔满出来，未付通神。出外打拼、食头路、结婚，佮加上祖厝3合院，因为道路中间来消失，互两人的重逢又佮感慨又佮激动。看到丽顺伫面册分享的文章，也互敏华伫花餐柜的会场当场咧目屎。重逢以后的两个人，定定讲话讲规暝，还阁烧酒做真侪代志。丽顺，咱明仔载下晡去落水溪溪床谈一下好无？自从国小离开故乡了后，就毋捌搁再去过溪床啊呢。好啊，毋过杂草花足悬的呢。
咱是毋是爱去借一支开山刀开路？好啊，你若有地借。丽顺，出版社打电话给我，叫我写咱故乡的文史事迹，甲产业文化。你最近敢有闲？敢会当陪我去访问讲行李、进口过的专家？可有你顶届有介绍迄个白领饭果菜的朋友啊？当然无问题，我真愿意做你的师同。哎哟，什么师同啊？我是有人群恐惧症。你来帮助我吼，突破这个社会交际的障碍哦。安尼算你找到人啊！我就知影，你对文化采集充满兴趣甲热情。有一个落雨的暗暝，丽顺甲敏华伫学校运动场散步。两人咧讨论出版册的代志。丽顺，出版社真介意我传予因的稿，过23嘛要签约啊哦。真的哦，你真正是咱了解的工人。敏华，我一直感觉姓廖的名人无多，你是咱的希望。对啊，可恶！维基百科内底既然无咱柯南定的作家，好，安尼就是我啊。我计划吼，要甲咱故乡的人文、产业、美食景点合起来，编做第一本周全，佮深入发现小镇之美的图文册。水啦！为未来的维基百科作家欢呼！过段工，敏华伫面册发文讲：我无要摸名人的大腿，因为我就是名人。又佮画一张家己揽大腿的图。当所有的代志拢进行甲10分的圆满顺遂，山团的敏华得到癌症的消息。而且已经是尾仔期了。病中，伊又愿用伊一贯温暖的文字甲趣味的图，记录对抗癌症的过程，并且鼓励相共是癌症的朋友。阿嫂，敏华一直拢咧困扰。对啊，空嘴疼到挡袂掉，伊就请医生主治疼药啊。歹势啦，互你专工开车来台中看伊，想讲伊看到你会较欢喜，想袂到伊煞拢咧困。无要紧啦。互伊困，伊需要加休困。我只要有看到伊就好啊。过段工，敏华的小妹传敏华的录音给丽顺。丽顺，歹势。我知影你一定是提出真大的勇气来看我的，我嘛只有伫你的面头前，才甲放动表现出家己的软正。我足好运的，会当伫故乡甲你重逢。2天后，敏华日到啊，刷入去就带入去安宁病房。
丽顺，你来啊！你要甲我揽一个无？空嘴有淡薄仔臭哦。来，我鼻看觅咧。无啊，你袂记得我有介绍成功，我帮你加持一个，等一下一定规间芳讲讲。丽顺，我即摆走以后，你袂阁亲像细汉的时，感觉孤单啊吼？哪会？你留遐侪文字和画图作品陪我，孤单的时阵，就变你的相片，想你的笑容就好啊。嘛是有影，真正袂少。你会使慢慢啊看，看足侪重。迄天，丽顺行去病院停车场缴费，手一直喘袂停，鼻头一酸，目屎伫目眶内润。路南上北的火车伫月台交汇，丽顺想起阿嬷的话。伊猜想，伫即一刻，月台甲火车顶的人心情加减拢会有小小的波动，但是伊嘛知影，波动最后总是会回归平静。这个绘本故事广播剧《孤单的后尾亭》是由廖秀苗原作，廖秀苗罗家师编剧，夏玉华台语校正。绘本朗读华语版林武正，台语版叶怡欣。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：细汉的丽纯叶怡欣演出，细汉的敏华张武正演出，大汉的丽纯陈雅芬演出，大汉的敏华苏玲仪演出。丽顺的老母高欣怡演出，丽顺的老爸也阁有敏华的老爸纪品志演出，丽顺的阿嬷陈美云演出，敏华的老母也阁有厝边阿娟演出，俊贤李品玉演出，即辈阿姐张一恩演出，丽顺的查某囝林依轩演出。空中好朋友，收听的节目是江苏主持暖暖专门课。咱今年制作的主题是马哈故事画本。足久以前有一间三合院，这本画本内面有50几张画了足水又阁足可爱的图，嘛有文字来描写作者伫囡仔时代带伫庄卡的故事甲心情。空中好朋友，若有想要得到这本画本，请你赶紧上咱专门课电台的网站。只要帮咱写一份收听节目的问卷，就会当参加画本的抽奖。咱每一届会抽出8个至10个幸运的好朋友来赠送这本画本。也咱后一届抽奖的时间是伫明年1月31号，请大家把握机会，上咱专门课电台网站来写问卷抽画本。电台网络的地址是 www.fm899.com.tw。若是记袂起来，会当 Google 搜寻专门课电台，同款会当找到咱的网站，邀请大家做伙来参加。
真凉山，水牛食草顺残花，乌树牛仔来做伴，脚车顶徛咧看关山，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湾。你看咧，雨丝香，暗顿吃白烟仙仙，无像山歌红的hen，金石脚，月娘出遐顶。